另外，国际消息的部分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这利比亚呢有一台私人的飞行机，昨下晡伫土耳其的首都载落，这顶头是有载陆军参谋总长等5个人，即马已经确定全部拢罹难啊。初步判断，这失事的原因有可能就是飞行机出现技术性的故障。安卡拉哈伊马拉第23案发现这台失事的拉英50飞机的残体，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伫网络顶证实。飞机顶有包括利比亚参谋总长哈达德，也有4位随员。伫当地时间暗时8点10分，对安卡拉起飞42分钟了，飞机就无消息。土耳其的救援队已经到现场，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德贝巴发声明，讲因是自土耳其安卡拉结束正式的访问，要回来半路发生意外，是国家的重大损失。利比亚官员讲，失事的原因是飞机出现技术故障。土耳其总统通信办公室主任杜兰讲，这台飞机不通知空中管制部门发生电气的故障，要求紧急降落。尾下飞机被引导登去艾森博瓦机场，准备要做紧急迫降，不过尾下就无消息。发现飞机残体附近存装的监视器有录到空中有闪光，敢若是爆炸。利比亚当局已经派人去土耳其调查，也宣布全国哀悼3天。利比亚即马分裂做东西2边，西边是临时总理德贝巴伫德里波里领导的国际上成立的政府，东部是军事强人哈塔夫所主导的敌对政府所控制。哈达德是西部利比亚上悬的军事指挥官，负责联合国所促成的军事统一任务。伊突然间死亡，被看作是对全国团结政府的严重打击。尤其伫个利比亚军事统一一个国家稳定关键的时刻。伫咧军事指挥结果，即马无人指挥，也会影响甲土耳其的战略合作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